過去1星期，香港人經歷咗前所未有嘅傷痛。大埔宏福苑嘅5級火災，傷亡慘重，燒毀咗數千人嘅家園，奪走咗百幾人嘅寶貴生命。在場種種畫面，滅火嘅、救人嘅、尋找失聯親人嘅，令人無比揪心。香港人並冇沉溺於傷痛中，市民自發幫助災民，萬眾齊心，提供種種支援，包括眼前嘅衣食住行同捐款幫助災民。下筆嘅時候，民間捐款連同政府撥出嘅3億元啟動資金，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總額達23億元，相信有助災民應急善後以及照顧災民嘅中長期需要。筆者日前同一群青年義工自發送贈寒衣俾臨時安置中心嘅災民。一位伯伯雖經歷大火驚魂未定，但以焦慮咁表示好想盡快重建自己嘅家，恢復正常生活，期盼嘅眼神至今仍深印腦海。實際上喺同災民共度難關、走出傷痛嘅同時，我哋亦應讓社會盡快復常，向前行，明天先會更有希望。連日嚟，除咗災場同災民相關嘅報導，我哋仲睇到市民或一啲專業人士對於宏福苑大維修工程嘅好多疑問，對於裝修同埋圍封窗戶嘅物料嘅阻燃效果提出極大嘅質疑。市民對於其他屋苑類似嘅維修工程表示擔憂同焦慮。除咗物料之外，對於工程執行上嘅安全性同質量嘅監管產生種種疑慮。平情而論，一般市民甚或業主立案法團嘅成員都未必有專業知識對工程作出識別同埋監管。宏福苑致命火災嘅悲劇當中，有否牽涉人為因素同埋錯誤，甚或違規違法行為，極需深入調查先至可以釋除社會大眾嘅疑慮。相關監管制度亦需要重新檢視，揾出漏洞，加強嚴密嘅監管。特首李家超日前宣布成立由法官領導嘅獨立委員會，審視大埔宏福苑事故嘅起火同埋迅速蔓延嘅原因同埋相關問題，同時宣布12月7號立法會選舉如期舉行。呢場衝天大火發生時，正值立法會換屆選舉嘅最後衝刺階段。災難當前，救援與善後成為壓倒一切嘅重任。一夜之間，大家放下選戰，整座城市並肩投入救援同支援。呢份喺危難時刻自然流露嘅擔當，超越競爭，超越立場，就係香港呢座城市最珍貴嘅底色。踏上復常同埋重建嘅路上，我哋更加要選好呢一屆立法會。除咗改善社會、為民生福祉創造更好嘅條件，亦都希望選出合適嘅民意代表，參與監察整個宏福苑事件嘅調查過程。亦都希望立法會考慮特別撥款去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心理輔導、受災學童嘅成長支援等。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讓我哋喺互相扶持中凝聚負重前行嘅勇氣，喺齊心互濟中匯集復原嘅力量，讓社會復常，為香港嘅明天善用手中嘅選票。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